估唔到，會有 FGO 嘅聯動，仲要有 Saber 嗱，咁所以呢，我會嘗試一下俾自己一個新嘅挑戰，零課金獲取 Saber 大挑戰。為咗佢，我決定回坑。喺今次嘅挑戰入面，我會淨係去抽普通嘅卡池，而彩券同埋啲石頭，我就會留翻俾 Saber 啦。我究竟可以留到幾多石俾佢呢？同埋同普通嘅隊伍係咪真係打唔到上去？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非常可惜嘅呢，就係我喺 account 嘅時候係3.3版本。若然我早少少嘅話，我就可以攞去周年慶入面獲得嘅自選5星角色。不過唔緊要嘅，免費送嘅角色，我相信都可以打上去，係咪？話咁快完成咗前半段嘅新手教學，就可以領取我哋嘅雷叛金鈴啦。嗱，我目前嘅策略係，如果去到後面卡關嘅時候，我先會再考慮用一隻乜嘢嘅5星。最主要就係睇睇我哋新手卡池會抽到邊一隻5星。對我嚟講呢，邊一隻都冇所謂嘅，最緊要啱用就得噶啦。話咁快就嚟到抽嘢嘅環節啦，我啱啱好攞到32張，即係40抽，40抽內出到我都當賺噶啦。第10抽會係咩呢？10抽唔出係正常，20抽呢？ No problem， 30抽呢？唔係啊，一回慳食保底咩？咁好玩？40抽，嗱，咁好仲唔係你？冇嘢啦。唉，唔緊要嘅，失敗乃成功之母。繼續推主線，唉，終於將主線推到嚟呢一度啦，係時候睇一睇我哋最後嘅10抽係中邊一隻咯喎。都已成定局，唉，唔緊要啦，都話時間同乜嘢都唔緊要。不過呢度啊，最好就仲隻布洛尼亞都唔錯嘅，普通卡池第一個10抽。唉，果然冇咁好運啊！咁唔中就繼續推進主線，直到下一個嘅10抽。喺清咗唔少嘅支線同埋主線嘅情況下，終於又啱啱好夠10抽啦。20抽會出啲咩俾我呢？爭啲唔記得同你講，我哋目前嘅隊伍配置係主角艾斯坦、送嘅奶媽同埋單行。目前呢一隊其實係足夠我哋打到上去攞守護噶。話咁快就要打均衡嘅試煉啦，而打呢個配對上有少少嘅變化，將單行換咗做楊叔，同時記得將你嘅角色嘅技能提升到1至2個 level， 咁樣就會比較好打少少。Good job, man.
經過一番苦戰，終於攞到全戶啦。由於我係回坑玩家，我嗰陣時玩到警員嗰陣時我就已經冇玩啦，所以見到呢個新嘅同客，我決定攞埋佢先，可能日後對我嚟講有幫助，我唔知，因為我冇睇攻略，純粹憑開心去玩呢隻遊戲。眨眼間，我又努力咁樣將啲主線啊、支線啊，全部都推晒佢，為咗升到25呢，攞呢一個十抽。究竟呢一個十抽可唔可以幫助到我抽多一隻5星翻嚟呢？唔緊要，普通卡持有8張，是但升2個角色，啱啱好將佢進階，咁又多2張啦。究竟第40抽可唔可以俾我完美咁落幕？角色目前得咁多，日後為咗應對唔同嘅怪，需要睇情況嚟升角色。我相信以目前嘅角色嚟講係可以打到上去嘅。如果大家有咩意見，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低俾我知。我哋有緣再見，拜拜。